喂，曹少華，嗱，真係活喺香港好精彩啊！如果唔喺香港生活咧，好難跟得切。我哋香港都跟唔住。嗱，而家最近興咩咧？坐新巴士啊、van 仔啊，都見到呢兩個字就升呢，係咩嚟嘅咧？升呢咧，我聽聞咧就好似話係同啲遊戲機裏面咧，即係你如果係打爆咗某個叫做升 level， 咁啊升 level 咁啊。簡短嘅叫做升呢，升呢，係啦。喂，你仲問我？你應該知㗎。我唔打機㗎嘛。世代專家嚟㗎。我唔係，我唔打機嘅。嗱，今日我哋講嘅 topic 咧，同升呢有關，因為咧，即係話咧，如果萬一你嘅老闆話，即係叫升你職，咁升你去做一個管理階層。通常喺世代又話我唔升。係咩？真係㗎？我唔升。哦，咁啊呢個管人做乜鬼我打機。喂，如果你真係決定唔升咧，你唔使睇呢一集，因為咧我今集咧就想同你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真係萬一你被升職嘅時候咧，你要問一問自己一啲嘅問題，就係究竟你應唔應該升職咧？咁樣我有啲問題。應該第一個問題，我問加咗幾錢薪先，老老實實啊。權力就唔好理啦，加薪係最實際嘅。辛苦就會有。升咗之後，喂多1萬蚊個月嘅，咁咪諗下係咪先？你話哇，升咗之後多4萬蚊嘅，咁唔使諗啦。升10萬之後，而家啲咁嘅即係離開咗政府公務員，即刻坐部長級嗰啲，哇！淨唔使諗啦。即係阿林牧師，你認為咧，只要睇錢？睇下咧，究竟加人工加得幾多去決定？呢個唯一一個等價交換嚟㗎嘛，老友。話我升咗之後管人多咗，辛苦咗，跟住薪金原來俾咗啲咁多，咁你升咩啦？嗱，呢個固之然係一個可以考慮，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即係話，如果真係加人工有少少，但係工作量多，咁你可能即係覺得得不償失啦，就唔升啦。不過咧，其實咧，除咗考慮呢樣嘢之外咧，你都要考慮究竟自己係咪一個管理人才。因為如果真係你衡量咗之後咧，你發覺自己唔係一個管理人才嘅時候，你而升咗上去嗰個位置咧，你好可能咧獲得嘅下場更悲慘。佢憑乜嘢覺得自己有冇管理嘅才華咧？係啦，嗱，呢度咧有啲問題咧可以協助咧你去了解嘅。但係咧，亦都咧，除咗俾一啲即係正在可能有機會升職或者將來有升職嘅一啲打工仔聽咧，呢個亦都可以俾一啲老闆或者上司聽。哇！所以呢一集咧睇嘅人真係會好少啊！即係例如話咧，已經升咗都唔需要睇啦嚇，咁樣隨時去即係睇完個心理師咁嘅問題之後，咦原來自己真係唔適合升呢咁，不如降呢嗱咁咧，嗱好啦，而家咧以下呢啲問題咧就係可以俾你參考，即係無論你係老闆、主管或者係一個打工仔咧，你都可以參考一下。嗱，第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可以咧，你問自己咧就係話，你較為享受你自己個人嘅工作啊，因為同人合作咧？啊，呢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嗱講真啦，如果你係喺一個較低層嘅時候咧，多數低層嘅咧就係會較為係個人工作多啲，係自己做掂自己啲嘢得啦，自己做掂自己嘢得啦嚇。咁但係如果你升咗上做主管嘅時候咧，咁啊唔同喎。你好多時你要同 department 與 department 之間嘅溝通㗎噃。咁你好多時要需要同人哋協作咁樣樣啦。咁你要問一個問題，你係享受邊種工作模式多啲咧？因為呢個點解我用享受呢個字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你日日翻工嘅時候咧，如果你唔享受嗰種嘅工作模式嘅時候咧，你就慘啦。即使加咗啲人工都好啦，你可能就翻工好似覺得擔泥咁辛苦咁樣。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你好多時咧做決定嘅時候有冇困難咧？嗱，有啲人咧就算去食晏食啲咩嘢咧，佢都覺得好困難決定嘅喎。唔係，你有冇遇過呢咁嘅人啊？最難決定係咩咧？就每朝早起身翻唔翻工咧？係啦，如果你咁都覺得有困難咧，你又要諗一下啦。因為咧點解咧？你如果做主管嘅時候咧，你其中一個成日都要做決定，就要做決定嘅。而且你做決定嘅時候咧，係好多時係要好短時間，即係唔會話俾你好從長計議咁樣樣嘅。第三就係你可以考慮一下，你喺朋友圈子當中咧，你究竟係咪經常勇於表達你嘅睇法？咁呢樣嘢咧，肯定咧。阿林以樂就過關嘅，一有林以樂喺度過咗啲咩？基本上嗰啲睇法咧就睇法啱唔啱？我真係講咗先嘅。係啊，冇錯啦，你啱定唔啱？呢個都係嘅。做主管咧，其實重點咧就唔係睇你個意見係咪經常對嘅，但係你有冇意見先？咁呢個嘢都係考慮。如果你喺個朋友圈子成日都係一個正如心發表謬論嘅咁就得啦。如果唔發表謬論，我就拜拜啦。拜拜啦！你係唔適合做主管。但係咪有啲好深層嘅喎？即係唔出聲然後殺咗都唔知嗰啲喎。嗱，嗰啲又另外一樣喎。嗰啲係叫做咧一語中的。係啦。你講完晒，即係林以樂講完晒啲謬論之後咧，一嘢篤死你。插死你係啦。咁呢啲係高手啦。呢絕對高手啦。
都可以試下考慮做主管嘅。係，譬如今日同你傾完偈之後話，我冇諗過要升職咁。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當工作出現失誤嘅時候，你係會傾向委過於人啦，抑或係承擔咗佢咧？咁如果你係覺得睇下做咩工作啊，即係如果你係私人公司咧，就要委過於人咧就好難嘅，都要自己承擔。如果做政府公務員咧，由低級公務員開始學識咧，就係委過於人，你先可以做到高官嘅，你明唔明啊？咁咧，所以呢一個問題咧，就係問你，如果你喺私人公司嗰度啦，即係你喺公務員就另外一個係啦，即係唔係喺公務員你就要揀，你要學識呢樣嘢。係啦，委過於人，唔好自己承擔。或者你喺中國裡面工作啦，係嘛？都唔係嘅，中國都可以承擔，承擔完諗下，如果冇事咪得咯咁。好啦，如果咧你真係自己憑良心問，如果你話我都係好鬼驚青嘅人，一有事咧，我首先咧就即刻問，睇下咧可以卸個鑊俾邊個嗰陣時候咧，咁你咧亦都係未必適合做一個主管。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當你遇到一啲人咧同你嘅見解唔同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感到憤怒咧？咁如果你咧覺得成日喺討論當中，你成日係發嬲嗰個嘅，即係講下講下你就發嬲噶啦，咁你都可能唔係適合做。或者學識咗即係你好憤怒，但個樣仍然都係好似4萬咁樣，咁啊即係陳方生呢啲咪一流咯。個心幾嬲你都好啦，都係咁樣笑嗰啲，咁咯要。咁就即係有一個主管嘅質素啦，即係話咧，即係叫做咧怒不形於色嚇。當然最好咧就係直情冇嗰個憤怒嘅感覺，而係當人哋嘅同你唔同嘅意見嘅時候，你聽完之後你諗一諗，究竟人哋嘅意見係咪有正確有參考嘅地方咧？如果你有咁嘅胸襟咧，咁你又有機會做一個好嘅主管。否則嘅時候咧，因為咧你做咗主管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你事實上你要管理一啲下屬嘅時候咧，你係會聽到唔同嘅意見。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參考嘅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話，當喺一個工作隊伍當中咧，如果你發現有啲人嘅工作能力比你優勝嘅，你嘅感覺會點咧？你會唔會同佢競爭咧？如果咧你係好多時咧有個好強烈嘅競爭，即係同你同隊嘅隊友當中咧有個好強烈嘅競爭心態嘅時候咧，你未必適合一個主管。因為點解咧？主管咧其實唔會介意佢嘅同輩或者係下邊咧係叻過佢嘅，佢係用我哋成日話做主管係咩咧？用人。你諗下劉備都好啦，佢打仗邊有叻得過阿諸葛亮策略係嘛？即係佢又唔夠啦趙雲打噶嘛，但係佢一定佢有個胸襟去容納到人，用人嚇。好，最後一個問題咧都可以幫助到嘅就係話，你係咪一個公私分明嘅人咧？如果你發覺咧，你成日將啲公司混亂不清嘅，一係咧就係因為你冇咁嘅能力，一係咧就好中意將公司混埋一齊嘅時候咧，咁你都唔係適合一個做嘅主管。咁當然仲有好多問題嘅。嗱，呢啲嘅問題其實咧好普通嘅問題，好普及嘅問題。其實想講一個信息俾大家聽咧，就係話，無論你係老闆，無論你係打工仔，你可能係一個好成功嘅營業員，你可能係一個好成功嘅嘅記者，你可以係一個好成功嘅可能會計，但係你未必係一個主管。因為咧，你就算你話我做營業員做得好好嘅時候，但係你做營業主管就唔同。主管咧，你係要訂立目標你協助下低啲人去做嘢啊。真係好明白，我覺得即係呢幾條問題咧，如果俾現任嘅特首做一做咧，可能佢真係降呢嘅喎。